您好，欢迎光临。好，歡迎光臨。好，歡迎光臨。你好，好啊，好啊。Hello， 需要幫您做介紹嗎 ？Hello， 我同小姐嘛。Hello， 我同小姐嘛。麻煩你，我看不懂上面的中文，麻煩我看唔識當個嘅中文，麻煩我看唔識當個嘅中文。請問這些是什麼口味？請問要得係乜嘅口味啊？請問要得係乜嘅口味啊？這飯糰啊是鮪魚口味的，旁邊是肉鬆口味，那個是泡菜口味。要飯糰啊係鮪魚口味，順豐係肉腐口味哦，佢係泡菜口味。要飯糰啊係鮪魚口味，順豐係肉腐口味哦，佢係泡菜口味。看起來很好吃，再請問這些漢堡有什麼種類呢？看到當好食，再請問要得漢堡有按到乜嘅種類呢？看到當好食，再請問要得漢堡有按到乜嘅種類呢？左邊是豬肉漢堡，右邊啊是雞肉漢堡。左邊啊係豬肉漢堡，右邊呢係雞肉漢堡。左邊啊係豬肉漢堡，右邊呢係雞肉漢堡。那我拿一個豬肉漢堡，還有哪些推薦呢？給我拿一紮豬肉漢堡，還有哪條做的推薦呢？給我拿一紮豬肉漢堡，還有哪條做的推薦呢？你可以看一下我們新上市的麵包，很受歡迎哦。你做得可以嗨，我哋話新出嘅麵包當數到分享哦。你做得可以嗨，我哋話新出嘅麵包當數到分享哦。看起來很棒，有好多選擇。看到檔站有按到後頭，看到檔站有按到後頭。上面是 cheese 口味，下面是紅豆口味的。蛋口味啊係 cheese 口味，下邊嘅係鳳體味口味。蛋口味啊係 cheese 口味，下邊嘅係鳳體味口味。我買這個 cheese 口味的麵包，我買一紮 cheese 口味嘅麵包，我買一紮 cheese 口味嘅麵包。好的，你看這邊還有茶葉蛋、番薯餅，每樣啊都是超人氣哦。唔看入片還有茶米卵、番薯餅，大樣都係太食貨哦。唔看入片還有茶米卵、番薯餅，大樣都係太食貨哦。看起來很美味，看到當好食，看到當好食。這些餅乾都很有特色呢。一條餅嘅啊都當有特色，一條餅嘅啊都當有特色。那我買這包餅乾，請問你們有瓶裝礦泉水嗎？給我買一包餅誒，請問你哋有嗰那種嘅礦泉水嗎？給我買一包餅誒，請問你哋有嗰那種嘅礦泉水嗎？有啊，我們這裡有常溫或冷藏的礦泉水哦。有啊，我條入邊有無病嘅，沒有有病嘅礦泉水。有啊，我條入邊有無病嘅，沒有有病嘅礦泉水。那我拿一瓶常溫的礦泉水，給我拿一罐無病嘅礦泉水，給我拿一罐無病嘅礦泉水。要不要多帶一瓶啊？我們現在第二件有6折優惠哦。我多帶一罐嘛，我條一下聽一天有6折優惠哦。我多帶一罐嘛，我條一下聽一天有6折優惠哦。好，我就買這些東西。好，我就買一條東西。好，我就買一條東西。好的，請到櫃檯結賬。請到櫃檯結賬。請到櫃檯結賬。我想再跟你買一杯咖啡。我想再同買一杯咖啡。我想再同買一杯咖啡。咖啡哪裡都有，我介紹你喝茶怎麼樣？咖啡奶味超油，我同小姐識茶好嗎？咖啡奶味超油，我同小姐識茶好嗎？俗話說啊，飯後一杯茶，餓死賣藥家。這茶對身體很好呢。人講啊，飯後一杯茶，餓死賣藥啥？茶對身體當好哦。人講啊，飯後一杯茶，餓死賣藥啥？茶對身體當好哦。那這樣就再來一罐茶。有台灣咖啡嗎？咁呢就來一罐茶。給有台灣咖啡嗎？咁呢就來一罐茶。
嘅有台灣咖啡嗎？有啊，很有名呢。请问要冰的还是热的呢？有啊，當有名哦。請問會冰的也係燒的呢？有啊，當有名哦。請問會冰的也係燒的呢？啊，熱的。燒的，燒的。中杯還是大杯呢？中杯嘅也係大杯嘅呢？中杯嘅也係大杯嘅呢？中杯的就好，中杯的就好，中杯的就好。好的，一杯中杯台灣熱咖啡。需要幫您加糖嗎？好，一杯中杯嘅台灣燒咖啡，會攞唔加糖嗎？好，一杯中杯嘅台灣燒咖啡，會攞唔加糖嗎？請你另外給我一包糖包，請讓我補我一包糖，請讓我補我一包糖。沒問題。你要嘗嘗台灣的番薯嗎？冇問題。你是看那台灣嘅番薯嗎？冇問題。你是看那台灣嘅番薯嗎？很香很 Q 哦。人說啊，番薯是個寶，常吃身體好呢。當香當 Q 哦。人講啊，番薯真係寶，爽身身體好。當香當 Q 哦。人講啊，番薯真係寶，爽身身體好。好，麻煩你。好，麻煩。好，麻煩。需要加購一個袋子嗎？會加買一隻討厭嗎？會加買一隻討厭嗎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這樣總共是190元，收您200元，找您10元。來，這是您的發票，請在旁邊稍後一下哦。按用總共係190元，收您200元，找50元，也係廿嘅發票。搶啲順豐等一下。按用總共係190元，收您200元，找50元，也係廿嘅發票。搶啲順豐等一下。您的加熱食物和咖啡馬上就好咯。廿嘅暖手食物同咖啡，廿時就好了。廿嘅暖手食物同咖啡，廿時就好了。好的，好，好。這是您加熱的豬肉漢堡、cheese 麵包和中杯的台灣熱咖啡，和一罐茶，還有番薯。小心燙哦！亦係廿暖手嘅豬肉漢堡、cheese 麵包同中杯嘅台灣燒咖啡，同一罐茶，還有番薯，會生意地位當手哦！亦係廿暖手嘅豬肉漢堡、cheese 麵包同中杯嘅台灣燒咖啡，同一罐茶，還有番薯，會生意地位當手哦！謝謝你哦，按時謝哦，按時謝哦。不客氣，謝謝光臨，請慢走。唔是生意啦，咁差講點搶順行。唔是生意啦，咁差講點搶順行。